年8百太水使到屏东高速罗农海丘寮嘅摊薄损坏也过厉害，水利署提起河川区路花为100亿元嘅经费，而来做防风墙。其河区表示，也个防风墙严密做的办公，为喺嗰片海流域提出有抵抗太水，还个抵抗土砂一个冲击的功能嘅防风墙，同时也系轻贵嘅。 因为8百水灾带来嘅冲太伤害，提起河川区同罗农海丘寮滩，起2.5公里长、10.5公尺高嘅防风墙。呢個防風牆不但做得擋太水，也做得擋土砂同漂流物嘅衝擊。比以往的這個傳統的堤防都還在加強，我們就是要避免說再讓這個地區再重複致災。雖然防風牆增加係擋水嘅強度，不過因為颱風季節以外多嘅。 防風牆實還冇做好，去年受到水患嘅當地居民擔心今家嘅工廠進度無法度達到防風嘅效果。都驚到風踩來，我唔想做。都唔想做啊你啊，都驚啊你啊。下差咩都問得事無看。係做好做有好都唔愛，啊冇做好都未愛。針對村民嘅受理，河川局表示，防風牆嘅施作工廠預算台年底會完工，唔過喺今年做太水以前，防風牆會先做好5公尺嘅高度。 同時，沿線慢慢將手波塊同太空包做得有效抵擋今年的風災太水。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